开餐厅除了帮助以外，另外一个大开销便是冰箱的用电量。真侪店家的冰箱阁不止一台，有袂少人发现，更换变频冷气也则是冰箱后，电费会当省下一半。但商业用的变频冰箱，却是真少人开发。景讯空调科技创办人邱敬训表示，在伊的印象中，过去只有一间厂商在做，在停产了后，目前国内只有景讯生产变频的商用冰箱。尤其今年政府伫宣布将调起电费了后，商用变频冰箱的询问度更是大增。我们在推广商用的变频冰箱，那我们也是针对推广餐饮客户群，能为客户带来省电，那还有保障，因为我们有做软体监控系统，可以让业主第一个时间知道，就是说我们冰箱有故障，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主推的地方。那还有节能的部分，因为我们一般在空调来说，大家都是买变频的空调了。那我们商业用的冰箱其实以往都是电瓶的系统，那我们今天推出的是变频的商用系统。不止省电，景讯科技的冰箱阁结合 App， 会当让商家透过手机就会当掌握一起调整冰箱的各种数据，同时阁会提醒敢有零件也是系统损害，非常的智慧。App 的话，基本上我们的业主跟我们的店家，我们都会知道产品的故障还是使用效率。比如说散热片太脏，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维护的保养，还是说它的基板有故障，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临时的更换。邱敬训指出，科技时代智慧空调应有 Big Data、ALOT 人工智慧物联网制冷系统有境专利。冰箱的零件参像是散热系统损害，就要马上通知叫人来维修，降低压缩机负担，延长使用寿命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